电脑是科学，人脑是铁学，铁学支配科学，科学服务人群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我要做啥物人后生，我无迄个权利通选择，所以我才排除掉私生子的年纪20多年。你即马搁要选择将你的事业交代予我，杨董事长，我的此生还阁有我的未来，是毋是拢要靠你选择甲决定？啊，佫有代志我甲你费死咧。毋过我即马就安尼存遮通互你。真多谢你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无迄个能力通选择。也不过我即摆已经大汉了，我有迄个能力来选择我的未来。即摆我嘛绝对袂阁接受你替我决定的所有一切。不管你安怎讲，但就需要有我的微笑。你永永远远是我杨天生的继承者。你放心，你的公司我绝对袂接受。我人伫外口，有啥物需要，你甲我花钱。真正是我的囝，佫有想甲我同款共款，嘴安硬。这是我上尾一摆写日记啊。阴暗过了，我就袂阁再写，因为我若阁写，可能会阁互伊看到。安尼我对伊所讲的话，都拢白讲的啊。阴暗过了，我就是伊的阿姊，玉清。就是我的小弟。阿官啊，你困去未？要袂啦。阿母。经过这么多年，经过这么多代志，阿母今麦才感觉讲，你搁倒转来我的身躯边。阿母真有感的。阿母，我袂阁离开你啊！我这世人拢袂阁离开你啊！阿母真久真久，拢捌参一即马安尼，甲你抱牢咧。自你出世，看你大济，你头一摆叫阿母，
想起阿母牵着你的手，陪你学行路，一直到即马，你这尔大汉，但无我囝已经足久毋捌亲像安尼，敢若咱两个会当好好开讲，甲共一领被。 会当遐尔亲密着。阿母，我以后袂阁互你烦恼啊！我一定会听你的话，好好甲你友好。阿母毋敢毋望你以后友好我。阿母敢若希望讲，你会当健康。 会当平安，会当快乐，安尼就好。阿母什么嘢拢不敢想。你细汉的时阵，都无阿爸，阿母当你无闲拄下的代志，阿哥，玉清甲玉清的家底啊。 甚至讲，无应该袂记你已经大汉啊，遐尼才会互遐尼吃苦。从今以后，阿母要好好啊陪你，好好啊弥补你，因为你是阿母。 唯一的查某囝，阿官啊，喂，唔通哭。等候玉晶甲玉清因规家伙啊离开了后，你就是阿母唯一的伴。 你永远拢是阿母心肝头的一块吧，阿母上甘的一块吧。小新，你哪会来啊？你脚有较好无？计好真多啊啦，痛我这小可尔，不要紧啦。阮阿爸有甲我讲你请人去替饲家整修，天生姐啊，多谢你啊！ 会通看你开出叫我一声姐，我就真欢喜啊！唉，想讲，若是要甲细仔多谢，但我嘛是饲家大汉的，饲家若袂输我家己的厝共款，对无？我会记得吼，你咧出世的时阵，散步嘛是我去叫的，还佫我会记你上爱食来啊！你囡仔时我定带你去咱后尾遐。 迄过庄遐番来啊！我互你足爱食，一困头食2、3粒，食到暗顿都拢食袂落去。啊，但是嘛，要来食大汉啊，我来用嫁人啊！食完了老啊！对了，老七啦，我吼。 你了摕遮侪工啊！这边内底空气夭寿歹，你从我出来外口透点空气来好无？对，今日倒几啊工，心肝头要早起。小玲啊，天生啊，你哪会爬起来啦？我伫咧病床倒几啊工，规心肝头要早起，无你搁知
玉珍来是林玲姐，我想着还有一寡代志要去无闲，你若要行行，叫伊陪你去。玉珍啊，玉珍啊！莲心啊，袂要紧啦，互伊去啦。小平啊，安尼母仔囝哦，头底是。有无啦？当年前装啥那个送啊？你啥讲我无算话？咱是咧讲啥？啥物咧讲话无算话啊？李秀明，我昨昏才甲你讲过呢，叫你莫去照顾提升，你嘛亲嘴答应我，啥物今日就反悔？等伊来照顾我是有啥物唔对啊？对，一定你是无做啥物拢对，因为你一直安抚伊，伊这样你也袂继续。看你海角啊天际，讲生命提出心心。因为你一直安抚伊，伊这样你也袂继续。当你是咧讲啥？你是怪我在你有啥物做呀？别我甲你负啦。免拿想啦！你想呀，我免你见到啦！李秀平，你有看到吼？只要有恁去，但是若不是你，我是叶梦，你有看到？你是闹啥？你妈妈已经杀了，我你是要怎？感谢你的，是一个你们去抢的。伊是我的母，谁在帮我你代？我全是你老母，是你抢的。林志强，把你阿母带回来。阿母，咱来等。你给我等去好无？我嘛会等去，我若等去，你若不我后我死就好勇气，你知影无？可是你若无对我等去，我真正去我都无你知无。我已经为着你，我无就甲我心爱的人斗阵。我有啥物对？只不过是我是你的囝，只不过有心是你身边的查某囝，我到底有啥物不对？我都做过，我到底有啥物不对？你今日应该就会让你这头家，你明知你想要甲你抹害到我娘身上，你有啥物在这里的？有啥物好，有啥物在你的？你甲我讲你讲啊！那是你顶一摆的代志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你怨我李秀莲，那是你的代志，我就是介意。假使讲你一定要跟我删掉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袂放弃我一世人的幸福。我饲你20多年，你竟然甲我讲这款话，有代志？这都是咱的亲生囝。你为着李秀萍，甲我摊在边啊！即摆连你老师嘛，甲我这后母放在边啊！这笔小白算在你的脚顶，你不要后悔，我不该把你抓。
你拢有听着，但嘛你袂见笑，但我嘛对伊袂见笑。你现在袂转去，你现在每日手一条委屈。你现在都不要想，你都不要想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所有委屈，拢互我一个人承担。所有的痛苦拢是我造成的，你若卖对我这阿久，就啥物代志拢无啊！想到你是我的阿久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不是，你阿母在旅社，伊讲，伊会当互你幸福、快乐。我互伊的手委屈、痛苦，无资格做你，我无资格做你阿母。我离海角天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意。本来想讲，我若来遮，莫搁我靠任何人，莫搁去搅了任何人，安尼所有的代志就会当平静落来啊！想袂到我到倒，烦恼就对到倒。有当时啊，我在想，阿母讲了无毋对，我真正是一个扫帚星。有我伫个所在，就有麻烦，就有痛苦。我真正不忍心，予所有的人拢为着我安尼在拖磨，安尼在吃苦。我若离开，是毋是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圆满，拢会当解决啊？像我若会当对天心，头家你嘛毋免烦恼我来唱玉箏甲玉箏。我若走，伊拢会当好好啊过日子啊。头家娘请安尼偌济哈200块尔啦。哦，200晓，啊，你玉箏啊，吼流水哦。好好，我再修理吼。哦，啊，多谢啦，啊，有闲再过来吼。看行吼。有，咱这女声嘛有啊，嘛要整理一下。师姐，你是要创啊？下家遐咧流水，我来去修理你的啦。徐先生，啊，你敢有法度？咱也无法度。啊，较早我捌伫咧工地上班啊，啊，即简单啊，教我就好啊。那呢，再麻烦你吼。阿母啊，我要去菜市买菜，啊，你有想要食啥？免啦，啊，你若想爱食啥，你就买啦。啊，对啦，玉青要考试啊，身体嘛要补补，你去问看爱食啥物货。玉青，我去菜市啊。我陪你去好无？唔免，你好好啊读册，我会买一寡电脑给你补补的，互你变较巧的，读较清楚的。母亲啊，你是安怎？阿母，你是毋是去甲阮阿母讲啥？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强行家己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，你是阮。